大家唔係話要抗中保台咩？真係冇出息喎！我哋冇呢行運咗幾十年，佢呢啲嘢冇得好清楚，淨係為咗自己選舉，驚俾人抹紅咁出色啦！你淨係為咗你自己嗰少少政治前途啫，唔好搞成咁啦！鄭藝文已經算好寬鬆啦，而家美國賣俾我哋嘅好多都係庫存入邊嘅庫存貨，咁樣都要啲垃圾貨。F106V 點解到而家都仲冇紅啊？你以為係生產線做唔出嚟咩？只要美中之間有矛盾，美國最簡單嘅讓步就係話佢哋軍火唔賣啦。中美一傾完判，你嗰啲軍售仲存在咩？你哋喺250仲喺度話咩8000億、1兆2000億炒來炒去，我真係唔明你攬炒攬做咩啊？炒自私都好意思，你係國民黨黨團一份子，你親美派乾脆就表白啦，交保護費咩都唔買，我都贊成啊。只要美國肯簽台美協調條約，你要我交幾多錢我都俾。大家都知唔係一言堂，所以有唔同意見其實係好事，但係你又唔可以搞到內亂嘅。所以將軍你點睇？因為而家睇落去，鄭麗文話呢個責任我哋背，壓力我哋頂。啱啱亮哥都補充咗，其實睇落去有個幾好嘅解決方案，你點睇啊？大概呢種問題應該係問軍方，而唔係佢哋嗰度嘈。大家唔係要抗中保台咩？軍方唔敢答。問題就出喺度，晚冇出息嘛。軍方唔敢喺退將裏邊，定係有人識噶嘛？呢個嘢唔係咩新嘅學問嗎？我哋運咗幾廿年咧，睇嗰個嘢好清楚啦。抗中保台咩？我要有我抗中保台嘅實力，咁咧武器要能用，邊啲係好嘅，邊啲係壞嘅，點能唔聽意見咧？你隨便框個8000億、1兆2000億，你係只為嗰啲反8000億嘅嗰種人啊，只係為咗自己選舉上怕俾人哋抹紅啊，冇出息啊！你正為咗你個人嘅嗰點政治前途啊！佢黨中央鬧呢個樣，我同你講，呢個麗文已經好寬鬆啦，佢都冇追究入邊，佢哋好定話美國俾咩發票出去買咩呢？咁我哋講已經唔啱啦。因為我哋軍事生涯入邊打過太多庫存品嘅彈藥，炮彈喺我前邊30米跌落嚟都唔爆，我隔離嘅裁判官眾都趴咗喺地下。我心佢話旅長，你點解唔趴低？嗰啲唔會爆，唔係一發兩發，點解有人打完會爆呢？我就唔送紅包，俾彈藥庫，彈藥庫入邊嘅人管，你送咗紅包，送個禮物，最後出場嗰啲就俾你。我睇到嘅就係庫存品入邊嘅庫存品，依家美國賣俾我哋都已經出現好多爭拗，係庫存品入面嘅庫存品。上次仲送咗一批80年代嘅貨，對住個垃圾貨，呢個係第一點。第二點就係我哋國民黨上下都要諗一睇。特朗普好快就要去北京開會，美國可以讓步嘅係咩？我觀察最近10年美國玩嘅手法係咩？錢交嘅，約簽嘅，發價書都俾佢我，錢都俾佢買嘅，佢哋冇擺咗佢琉球，4年之後先至俾你，唔交都得。咁點解唔交貨？中國同美國只要有抗議，美國讓步就得啦。好啦，我唔賣咗佢咩？或者我已經賣咗佢咩俾佢，我唔交貨啫。F-106V 點解到而家都未交貨？你以為佢係生產線做唔出嚟咩？嗰啲又唔係咩先進飛機啦，係咪先？咁點解只要美中之間有矛盾，美國最簡單嘅讓步就係話，至於嗰啲軍火唔賣啦，我同你講，軍售有4個階段。反攻大陸嗰陣時，你要咩就俾咩。中美斷交嗰陣時咧，就俾你防守武器，之後咧就俾啲唔好佢哋你買，或者拖延交貨。拖延交貨嘅時間已經長達10年啦。我哋嘅 Amberron 就係咁樣擺喺度，係咪先？魚雷都擺咗好耐都唔俾啊！咁你而家中美一傾判，你呢個軍售仲存在咩？你冇咗250仲喺度為咩8000億、1兆2000億圈嘈咩？要咩你自己都搞唔清楚。徐曉星，你識咩啊？海馬大家都好熱衷啦，菲律賓都只係射咗5發，5發都唔中。國軍收錯，海馬一打就話信號異常，話城市都未換代。咁你就知我買緊係咩年代嘅海馬斯啦？拜託，買都買唔到。標3標6，愛國者美國都要6年先補得翻佢嘅彈藥庫，仲要同立陶宛同歐盟國家講。你睇啲貨，我哋嘅時間交貨，佢哋都唔交貨。以色列隔離嘅國家都唔交貨，
仲輪到台灣交貨咩？誒，我哋覺得你哋嘈佢做咩啫？自私，你仲好意思？你係國民黨黨團嘅一部分，你親美派，你乾脆就表白好啦。乾脆仲有個觀念，交保護費，我乜嘢都唔買，我都贊成啊。只要美國肯簽署台美協調條約，你交幾多錢我都俾。如果你喺美國嗰邊冇駐軍嘅話，亦都冇防禦措施。防禦條件啊，睇下嗰啲咩啦。以前嘅表現你就知啦。錢使咗，買咗垃圾貨翻嚟，仲要維修保養。我補充啊，而家已經開咗個記者會講，美國俾我哋嘅無人機啊，係烏克蘭唔要。我去查過，結果美國嗰款無人機淨係英國買，英國買咗3000萬。買嘢之後，英國覺得唔好用，送咗俾烏克蘭。結果即係烏克蘭用咗唔好用嘅，佢寧可用佢自己做嘅。改換刀啦，嗰價係5萬美金，結果我哋台灣嘅報價係50萬啊！冤立啦！啲飲奶機嘅記者會，咁我再舉另外2個例子啊！我哋事實上3800同4200裏邊有2個項目係好突出嘅，一個係海馬市。咁據我了解，海馬係有14個國家喺度排隊嘅。第二大項就係愛國者飛彈，有18個國家排緊隊，未計埋美國自己補貨。你覺得18個國家入邊，你可以排第幾？呢個就係將軍講嘅意思。美國已經通知好多呢2項加埋嗰個金額，大約有3000億台幣，就係呢2項。呢個就係將軍嘅意思。不過講真，我咁耐國防委員會開會啊，冇人問呢個問題啦，因為會俾佢哋啞口無言啊。因為有人問顧立雄啊，所以你確定美國幾時要交貨？顧立雄話委員會我哋會盡力嘅，就係咁啊。佢每次都咁答。呢個可能唔係台灣能夠超支喺我嘅呢個年代，輕嘅都冇辦法答嘅。因為啱啱我哋已經講緊國際嘅現實咗嚇，美國已經話俾全世界就話英國嚇立陶宛呢啲你哋都要緩一緩，咁台灣有俾佢哋急咩？如果係重要性咩？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啦。英國自己都話我哋不如以色列嘅，對唔對？以色列而家亦都需要，所以以色列前面啊，英國又排喺前面，台灣排喺邊度呢？日本買咗400枚戰斧導彈，到而家都未到貨。係啊，日本都已經係亞洲美國最重視嘅國家啦。美國只要美國現金到手就得。